佢之前同之後，我哋有一個叫做問訊。問訊係乜嘢啊？就好似一個鞠躬咁樣，得唔得？係啦。咁我哋咧鞠躬之前，我哋兩隻手唔會揈嚟揈去噶嘛，我哋要點樣啊？合掌，係啦，合十。咁好似而家人師咁樣。咁同我哋要記住喎，個掌咧要合得位置要啱。嗱，你睇住，如果咁樣，喂，好唔好睇啊？好啊。好似攞機關槍射人咁樣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如果咧高得滯，好唔好睇啊？好啊。低得滯，好唔好睇啊？手指叉開，好唔好睇啊？係啦，咁所以合嘅時候要點啊？合十咧，佢係一心，係專心，亦都係恭敬。所以咧，我哋合十咧，要大概喺我哋心口嘅位置，好似而家人師咁樣，高低同埋手指唔可以叉開。咁呢個咧係最好嘅。好啦，當我數一問訊就彎腰落去第一下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彎腰落咗去之後咧，我哋兩隻手咧就左手包住右手嘅啫，重疊嘅啫，係啦，好似嗱。而家人師隻手咁樣吊住嘅啫，咁我哋要彎腰嘛。如果我哋咁樣合住，我哋咪頂住個肚咯，係咪啊？咁然後我哋起身嘅時候就結一個叫做毗盧遮那印，就係點樣咧？當你彎咗腰落去之後，突兩隻手指直接出嚟，然後慢慢起身，係啦。而家呢個同學仔啱啦，完全正確，大家試下。咁然後咧就大概舉到去眉心呢個位置。唔使專登掂一下眉心嘅，啱咧嚟到呢個眉心嘅位置，啱啦，個啲手印都非常之好啦，啱啦，手指公可以收埋，唔使咁樣嘅嚇。OK， 好，就好似人師咁樣，呢個叫問訊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人師問訊咯喎，預備1、2、3，問訊。嗱，收到隻手啦，起咯喎，起嘅時候咧，突兩隻手指直接出嚟，就喺個眉心嘅位置。好啦，然後落翻嚟合掌，呢個係預備式問訊，得唔得？咁你見到法師或者見到喺道路旁邊，或者可能你哋喺學校遇到老師或者遇到法師嘅時候，你哋都可以問訊嘅嚇。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打招呼嘅方式嚇。好啦，咁我哋3拜點拜啦？好，第一拜我哋咧右手擺喺個拜箭嘅正中間；2，左手擺喺左邊左上角。3，右手推埋上去右上角。4，翻掌手掌向天花板，個頭吊住個拜箭，得唔得？1、2、3、4。好啦，調翻轉頭起身點啊？完全將佢倒翻轉頭咁做。4，收翻啲手掌先，跟住轉翻撳住個拜箭。3，撳住個人起身，然後右手撳住個拜箭中間。2，收翻埋嚟。1，撐翻個人起身。1、2、3、4。然後就4、3、2、1，睇多次2拜嚇，我淨係講1、2、3、4咯，好，1、2、3、4，翻掌，起身收掌，4、3、2、1，第3拜，1、2、3、4、3、2、1。好啦，3拜完咗，頭先我講過拜前同拜後要做咩啊？問訊係咪啊？咁3拜完咗之後，我哋要做咩啊？問訊係啦，然後翻嚟合掌呢個位置，得唔得？好，大家先試啲，然後向後行一步，去翻你個拜箭後邊，係啦，小心啲喎，唔好激親啊！好 ，ready。